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本日啦，我同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就是非祖文爱来咧。故说当地人讲，大家听说要好好来注意呀件事情。做乜嘅阿群妹爱啲呀，按严肃按重视呀件事情咯，因为阿群妹我是主用店嘅公主，故说今本日爱抽大家共下来做主委嘅吹友，一起来当猪队友。因为还记得20年前，台湾爆发口台语，口台语对台湾正经造成动态嘅影响。韩国台湾已经经过20年，已经做晒20年嘅疫苗诶。故说，今年已经全国绑针，在拔针之后，过了1年，台湾就有机会来转做这个非疫区。不过，秋到亚个世界，秋到亚洲世界，非祖文有冇？当雄哦，一波应该都有看到报纸名录新闻，全部都有看到非祖文嘅新闻。做上来做乜嘅非祖文按严重，做乜嘅按电影讲，韩国做乜嘅要发钱发到按到呢？今本日就喺啲节目当中来同大家来分享哦。韩国今本日节目地都邀請到嘅來賓嘅一波嘅學天速到無限，故所今本日我來談佢好好來講一下，細嘅來分享行政院農委會防檢局通過檢疫組嘅組長彭明憲組長分享。大家好，我係彭明憲，今日當歡喜又來參加呢個節目。好，歡迎彭組長按無限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新來乜嘅係非祖文，一開始就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哦，非祖文哈，係對豬嘅當嚴重嘅病啦。嘿，同啲口白嘅口台語有乜嘅冇共用？哦，呢一種病吼，口台語共用當嚴重吼，不過口台可體醫療啲病係具有嘅疫苗吼，疫苗嘅預防吼。不過非祖文冇疫苗嘅預防，含係冇。啊，呢一種病咧，佢按照非祖文都係一開始嘅時節啦。1921年起開始到非祖發現哈。嗰時1921年嗰陣時就已經有發現到非祖文，不過已經到2018年還蠻前到治療嘅方法。係，幾多啲病吼都外面傳到歐洲哈、西班牙哈，或其他幾隻國家，沒有傳到南美洲嘅巴西啦哈。不過最近嘅2-3年哈都歐洲、東歐，個嘅亞洲地區嘅像俄羅斯哈，個烏克蘭啊，好啲嘅東歐國家哈，當嚴重哈，所以到今年8月開始有啲病哈傳到中國大陸來。中國大陸就急變零沙。變台灣變東外啦，所以風險當高啊。嘿，不過其實像祖文，有談過當嘅日本祖文啊，像日本祖文啊、非祖文，佢喺有呢條素材冇共用係祖文用非祖文按定人講。其實你係兩種冇共用嘅病哦，冇共用嘅。因為中國人吼，對個當嚴重嘅病吼，攏按照文啊，比如芥文啊、朱文啊，攏按呢當嚴重嘅病攏按照文啊。不過所以只主嘅當嚴重嘅病叫朱文咩，所以台灣以前沒有朱文哈。不過朱文有疫苗和朱哈，所以日本發現咧，最近發現咧係朱文哈，唔係非祖文。非祖文係另外一種病哈，佢邊朱文係完全冇共用，佢嘅病都未完全冇共用啦。不過佢兩種共用都講攏當嚴重，全部就當嚴重。不過朱文有疫苗可用哈，所以台灣。日本時代開始都用疫苗嚟預防哈，所以台灣民國96年以後台灣都冇朱文嘅。日本有好預防就衝日本到民國95年以後冇朱文，不過幾年開始9年開始佢咩發現咗朱文嘅
问题啦，所以多列哈其主文还无法度多列哈还无法度完全的控制了主文嗰個文就係當年從嘅片，尤其係廿八嘅非洲族文哦。廿片有寫到佢係有 DNA 片圖，什麼嘢 DNA 片圖係乜嘅意思？因為片圖哈，佢係嗰種比細菌哈還小了幾千倍哈，很小很小哈，它的基因哈，就是遺傳基因哈，它是 DNA。好，那另外一種是 RNA， 兩個病毒的那個基因不一樣，所以它是 RNA 病毒。對。主文係 RNA 病毒，非洲主文係 DNA 病毒。DNA 病毒。兩種完全冇共樣片圖啦。完全冇共嘅片圖，韓國像係講主嘅速度也非洲族文，咪有當到傳染片，韓國也係世界動物組織也都講聽說要列為這個應通報的疾病。所主文哈，變非洲族文共樣哈，尤其非洲族文，佢都所有嘅主嘅攏會速度啦。所有嘅，唔係講較konkr鉿嘅啊，也係講較無konkr鉿嘅啊。物價學嘅會多，山方嘅也。嘅山豬咩會速度啦，所以佢所啱講佢對豬嘅對牛嘅對羊嘅冇影響啦。對其他嘅物種係完全冇影響嘅就錯嘅。韓國家下研究講到嗬，一開始非洲族文對非洲開始傳出來嘅，韓國有傳到歐洲啊、俄羅斯啊、中國、南美洲，將有亞一波嘅嗬安泰嘅新聞。佢當時會傳一下傳染源嗬，都因為飛機啦。唔好飛機，我在煮嘅，飛機唔好在煮嘅啊。飛機免當吼，因為坐飛機攏地咩嚇，攏有食東西啊。食東西嚇，佢免當有個豬肉嚇，豬肉佢冇煮熟嘅，譬如講去煙燻豬肉嚇，像火腿啊，仲係嚇，佢攏煙蟲啊，酸散嘅咪嚇。所以佢嘅地杯有片圖嚇，佢喺片圖冇法度除掉咩，所以嘅飛機當食存嘅東西啊。食存的東西，佢飛機下來的時間，你食存的東西啊，以前都會拿去煨煮嘅，結果佢都往做煨煮的時間，煮的都超過2種片啦。所以像巴西南美洲的巴西咩是從到民國50幾年、60幾年家下，佢咩發咧當多年當前啲片佢當 method 啦歐洲的西班牙咩大概差唔多嘅時間咩差不多啲非洲族文，佢花37年當兩種片當出嚟啦。37年。當出嚟彭組長今日有帶來一篇嘅版嘅佢當個有講到算來也全世界有哪條所在有出到也非洲族文，哪條所在係非洲族文嘅疫區，人家就來看一下。你啊，青島都當然係非洲地區咩，不過非洲地區佢學嘅主要當少，所以佢。非洲族文主要係都嘅亞山嘅族嘅亞族啊、山族啊，為主啦。歐洲地區歐洲地區幾片？歐洲地區尤其東歐嘅時間幾乎全部有嘅啦。因為佢學當到族嘅，像波蘭差唔4年前開始出到，不過佢哋差唔多全國都有嘅，因為佢當到嘅。野豬野生嘅豬嘅，你冇辦法防。野生嘅豬嘅當道就去所以佢一片傳來傳去啦，當難控制啦。過嚟都喺東歐咩同樣當道嘅野生嘅豬嘅都佢傳來傳去。北面都傳到俄羅斯咩？俄羅斯北面都傳到中國。韓國其實中國睇下就係中國其實動態，不過中國按到所在算來有哪條所在既然係疫區，人家還沒做得來。中國啲最新都有23省攏有出過啲非洲族文非洲族文。佢有同步嘅片率有100兩嘅100兩嘅片率啦。爭100兩嘅。不過大家因為講實際上應該加當多啦，佢係咩要全部同步 MD 啦。而家差唔多佢要學族嘅身份啊，全部都有嘅，都出到全部要出到啲非洲族文，所以非常嘅嚴重大家咩當到嘅網絡嘅樣片就看到當到嘅氏族嘅魯迅對到像山樣嘅非常嘅嚴重，所以因為離台灣當權咪按台灣當年佢睇到嘅
底下按到来往往几100万人吼，啊有当多人都要转来时间要带遐种诶猪肉嘅新闻有看到当到烟囱啦、腊肉啦，吼，遐都有诶无诶全部单元，咱拢有可能将遐肥猪诶病毒嘅单元。冇唔錯，故數到也還係愛提倡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愛記得也肥豬文吼，當地人講，故數乜嘅肉類嘅製品啊，全部唔好帶落來台灣，全部都愛先好好喺過海關嘅時間就自己拿出來啊。等下人還會講行較詳細啊、有關啊，前一步嘅有看到嘅新聞發錢發到當沖啊，做乜嘅我本人發到暗沖，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嚟再個同大家來分享哦。大家要賺到福起來咧，我係仲一群阿權妹，今日阿權妹愛湊大家共下來做豬隊友哦，就係因為也肥豬文正經動向，故說大家按樣嘅來放，上來肥豬文係乜嘅東西呢？今日節目當中，還特別邀請到學行政院農民飛也防檢局通風檢疫組嘅組長彭組長來到節目同大家來分享。其實家下組長有講到吼，也肥豬文啊，唔會傳染到其他嘅物種，比如牛嘅一樣嘅，包含人，其實唔會本其傳染到。係。哦，故實也可能就係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想講，同我冇關係，我又唔會本其傳染到。不過其實主要係假使講傳染到對台灣人嘅影響非常非常嘅大，空用飯食唔到，西門西草食唔到，東東西全部就食唔到也完全做唔得啦。故實上來呀，肥豬文來嘅，以後對主嘅來講會造成那條症狀，同大家分享一下。而呢嗰個豬嘅速度咧，肥豬嘅時間哦，大概差唔多最快可能3月4月開始，佢都會有精神唔好啦，唔可以食飼料啦，行通無按有精神嘅，背面咧都開始身上可能有烏槍啊，因為佢係一種出血嘅症狀，會嘔血，因為佢從條尾出血嚟咪嗬，背面差唔多2-3日以後，佢都可能都2日都放落去，唔會行咧，當腳都死體嚟啦。當腳就死體。其實致死率都講，那就速度咧種偏嘅豬嘅，就全部100%會死體啦，會死體，所以非常嘅嚴重啦。非常嘅嚴重。你啊，假講嚇，而嘅豬嘅會嚇，看到嘅都講佢烏神嚇，以為當到烏槍嘅，要出血嘅真情形啦。有冇人可能流鼻血啦，嘔血啦，睇有安尼都唔會食，當家都死體。所以主要你學豬嘅人，佢那有發現講安尼冇正常嘅情形最重要都講積極通知啦。佢防疫單位來派人來看。也當重要喎。唔好同啲豬嘅積極送出去賣啦，呢種你那送出去時間，你病毒會傳出去嘅。故實我在個同嘅電視機頭前嘅鄉親朋友講，其實當到客家人都有血豬嘅，血豬嘅時間係假使講亞醫保嘅人，嘅豬嘅有任何看起來像係內出血啦，又係嘔血啦一樣嘅情形，我家家通報也相關嘅單位。韓國出體呀，豬嘅我有當到一條鏡頭同大家來分享，以外接下來還愛同大家來講一下，生來也肥豬文啊，聽起來佢像一個當超級嘅病毒樣嘅，因為像也加工嘅肉煙囪濫用也就全部就可能會到地度繼續來生存下去。所以按樣嘅病毒，佢生存嘅環境條件係乜嘅？啲肥豬嘅病毒吼，你像啲豬肉那生嘅吼冇煮熟嘅啦吼，冇煮熟嘅你像啲生肉，那都冷凍庫講冷凍啊，佢3年咩係唔會死體。3年冷凍庫？放嘅冷藏吼，唔係冷凍，唔過係冷藏嘅時間，其他一般人咩唔會死體。因為按奇怪，點到啲冷凍做嘅。冷凍佢都溫度較大咩？溫度較大，佢都用嚟休眠狀態，用嘅較久唔會死體啦。差3年幾唔會死體嚇，3年幾唔會死體。唔過健康呀，咱有發生咧，
养猪场哈，也环境地杯，因为有猪屎也度哈，有猪屎的所在，其都偏头都用嚟个顺流较久啦，吼，那规啊细枪个消毒，佢偏头都有法度，吼。含体有法度。毋过佢较短的时间佢都要死脱啦，吼，主要係安尼，所以做埋你。侬係咪安尼離合去外國侬冇帶肉入來，都會因為講，佢地位有都當有可能係有病毒啦。冇錯，甚至連都主事地度就做得來生存11年按長嘅時間，韓國佢生存嘅 pH 值係3到13，也係真係係當地人講嘅一種偏頭，這甚至幾乎是到強酸跟這個強鹼的這樣子的酸鹼值，佢韓做得來生存下去。哦，韓國唔單止安尼哦，生來也非洲豬瘟出嚟，家下講好錯比人機啊，透過網絡啊，可能當到東西有食嘅東西落來以後，可能會傳染以外，還有乜嘅方法係有可能傳染到也非洲豬瘟咧？哦，傳染非洲豬瘟，因為台灣你下還冇非洲豬瘟嘛，所以最重要你下種病會到外國傳入來，尤其從中國大陸去傳入來，最大風險都係安尼離合帶豬肉產品入來啦，吼，也係最重要嘅可能嘅風險啦。那講喺咪不幸啦，嚇，不幸也台灣有一非洲豬瘟嘅時間，速度嘅時間嚇，當然，所有嘅查量嚇，查量最主嘅最嚇飼料嘅，嚇最飼豬嘅嚇，所有查量佢因為個查量面當都會有偏頭嘅嚇，因為豬嘅屎尿啦，佢嘅屁水啦，都全部都有都查到嚇，所以佢嘅查咩傳出嚇。就按用屎啊，過去可能就會傳染到。可能流下來啊，個菜嘅屎尿流下來到地方咩，都有可能都傳出去。人咩重要？人走去人嘅養豬場嚇，學豬嘅時候，佢養豬場地邊有啲偏。唔走去嗰邊，唔都直接個走入來直接屋開，學豬嘅蔬菜都有可能嘅病毒傳入來咩？當然唔像假廣告嘅嚇，佢汁水啊。那用這學豬嘅嚇最重要，你啊汁那愛餵豬嘅之前嚇，那麼豬鍋、豬棍、豬鍋嚇，完全煮熟嚇，唔都去餵豬嘅，唔都有可能，地背有可能豬肉嚇，地背含有病毒，唔都會。人喺煮嘅都識嘅。嗰個前後也一包嘅汁水啊，要煮到中性溫度哦，底部全部就要完全煮滾。全部要煮熟嚇，一般都講唔得90度以上1點鐘啦。還要煮1點鐘。嚇，嘅意味就講嘅汁水底部可能有太低豬肉，也係講佢有骨頭嘅蔬菜。嚇，那冇按叫嘅時間，骨頭啲中心底部嘅偏凍嚇，溫度還冇多，所以佢偏凍還係上嘅嘛。各位其實吼也非洲豬瘟來以後，雖然唔會傳染到人身吼，不過對人哋規個產業啊，對規個生活全部都會受到動態嘅影響。比如講像人哋產業受損，對人哋學豬嘅啊、賣豬嘅啊，到那邊食到嘅小吃店啊，全部就會受到影響。就像台灣20年前嗰啲咁樣。你非洲豬瘟啊，本身年來時間吼，台灣也有學540萬。隻嘅豬嘅嚇，一年吃一頭豬嘅吃差唔多800萬啦，800萬隻嘅豬嘅嚇，都食得啲豬肉嘅。其他那不喺台灣觸到了非洲豬瘟啦，最大影響都講唔觸到嘅養豬場全部會全場撲殺，全場規場嘅豬嘅全部嚇，牧場地邊嘅豬嘅全部要撲殺掉嘅，唔當有法度控制了啲病嘅嚇。所以，人哋養豬嘅數目一定會降下來。降下來，你啊相關嘅產業咧，譬如飼料廠，做飼料嘅，做飼料嘅拖拉機嘅司機啦，嚇，嘅豬嘅社會，嘅育豬嘅工人，賣豬嘅屠宰場嘅飼豬嘅工人，賣豬肉嘅人，個假講主持人講嘅，你嘅賣滷肉飯啊、小吃店，攏有可能受到動態影響。因為人用類，因為變少嘅，個價錢就會太嘅稀咯。故所以我用嘅來做咯，我用嘅來防止啊非洲豬瘟落來咯。
般吼诶民众啦吼，一般诶民众，伊无可能去接触到猪的嘛吼，基本上无去猪的，吼啊最重要一般诶民众呀，都无去外国咧参观伊咧养猪场啦。哦，出过去看呐，出过去了吼，也唔可以讲出条条走去看伊咧猪的啦吼。啊，做呢时间最重要都讲，莫带也的猪肉啦，所有的肉类产品全部莫带入来，全部莫带入来。啊，当然走私通货也就绝对莫做啦吼。啊，如果唔那有骨，唔那有带入来，到机场入来的时间。一天咧通来防检局来申报啦，无唔都会发，注通申报，无就会本人发钱吼，发动冲哈，发动冲。那一般到外国会带入来吼产品，主要产品当中咧，譬如讲火腿啦吼，盐肠青豆，盐肠啦嗰个腊肉，吼像泰国来腊肉青豆吼。嗰腊肉，啊，嗰种诶嘛，那猪肉肠，哦，泰六有一种干肠那种，像诶，啊个哈尔滨红肠哈，一种，俺都最近都盐肠也类新闻有看到多哈，唔过我有看到伊咧呀，用福口味嘅饼诶，呀，真应该吃到迄个东危险东叫做一下就想到哎呀加工嘅东西，完全唔会吃到佢底度会有非猪猪瘟啊。因为人家都无法度确定自己加工嘅方式係咪确实去消灭掉底部嘅非猪瘟嘅病毒啦。所以所有嘅肉类产品啊，都冇帶入來啦。千萬種唔得帶落來，冇希望。所以咧，一般嘅民眾。都會確實來做到呢件事情。希望就會本人發錢咯，也前一個禮拜啊，已經有呀韓卡從嘅發金來出來了，因請彭組長同大家來小結一下。9月初一都遇到只非洲豬瘟啊。9月初一開始啊。都發最高嚇，都中國大陸嗱，中國大陸帶肉類入來嚇，豬肉入來都發最高15000條嘅。9月嘅時間。9月初一開始嚇。啊，到12月14開始嚇，因為立法院修改了咧法嚇嘅法則嚇提高嚇，本來當3000條到15000條嘅嚇，啊改到10000條到100萬嚇，發錢嚇發按個嘅嚇台幣啦嚇發金嚇啊。12月14開始以後，中國推出來嚇，T 百都是發5萬人民，5萬人民，T 2百都發到嚇50萬，啊 T 300都100萬啦嚇。啱過，因為太嚴重誒。啱過發5萬4日以後啊，大家都因為講5萬太強咧，行起要動到應該帶過來，所以都12月18開始啊。12月18號啊，馬上都改到 T 100都發20萬，有哦，應該已經有動到鄉親朋友，已經有看到電視當局嘅新聞，也下開始 T 100帶呀大陸豬肉嘅製品啊，相關嘅產品落來台灣就要發20萬哦，估數1000萬都唔得。對大陸帶呀條肉類製品、豬肉類嘅製品進來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行卡到非洲豬瘟嘅資訊哦。歡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阿群妹要請大家來做豬隊友哦。故說家下有講到吼，迄個是講你到大陸中國大陸帶嘅肉類、豬肉類製品轉到台灣本人查到，T 100就罰20萬，按規嘅罰金。故說提醒大家千萬做唔得帶嘅肉類製品轉來。唔過啊，可能有當影響到講，那條東西這樣算係違禁品哦，也下再個搶。彭組長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除睇也講到嘅鹽腸啊、蝦母啊、肉脯啊、肉類嘅餅嘅啊，以外，也當然講罐頭，上來罐頭係做得帶也做唔得帶。哦，你遐帶肉類產品吼，人家都講啦，一條鹽腸啊、臘肉也就全部用唔得咩？唔過你睇規天都講
肉类的罐头哈，肉类罐头除了嗰本叫的叫的没有色的个牛肉罐头以外啊，所有的肉类罐头是用得带入来的，啊，唔过做得带，啊，唔过吼，因为罐头当多重啦，大家第一个呢都讲铁罐的罐头哈，其實含有當多種玻璃罐的哈，當多種無共用的咩東西咩，玻璃罐的用㗎啥？啊，所以一個民眾無法度去判定講，你係係咩罐頭，哈，啊，所以我哋對同大家睇一個建議講，以免無法度來判定，所以你都全部都冇帶啦，冇帶進來啊都冇問題嘅，都冇問題。啊，泡面免共用，泡面底部咩要當到要像牛肉面啊嗰啲嚇，嚇咩共用嘅問題啦，嚇油豆可以用得帶入來，啊不過油豆是無法度帶入來，唔過一般嘅民眾無法度去判定講哪一種用得嚟，所以我就建議講全部冇帶，那底部你那有肉嘅全部冇帶啦，嚇佢泡面有肉都冇帶。啊，唔過那有帶咗來咧，係講真件帶咗來用得晒。飛機場2年嘅時間，嚇，拿到人家行李掹出嚟以前，夾愛同海關嘅申報講，底部有啲東西，要申報以後都唔可以本人發錢。哦，要申報就唔可以發錢咯。要申報，所以那有帶到嘅，我講一天都帶，哦，唔都帶入嚟到飛機場嘅時間，一天去申報啦。申報都同我哋放店局嚟申報，同海關嚟申報。佢就會看上嚟也做得帶，做唔得帶，啊那做唔得帶都也都冇法度做唔得帶。啊唔過而家要申報以後都唔可以本人發錢。冇唔錯，因為我咩要聽到有人啊，對中國大陸可能帶到肉製品進來以後，佢就知道啊，東江用嘅時候本人發錢，佢就凊彩得到提升通知度。啊樣做得也做唔得？其實咱冇帶進來嚇，都達到我哋嘅目的啦。好，所以我哋到機場嚇，飛機場嗰邊有，攏有設嘅，我氣質桶，嚇都會本碟水果啦、菱果啦，嚇啊肉類產品都會同本碟嗰邊嚇，啊冇被碟啦嚇，對環境冇好咪嚇。冇錯。啊，我哋目的都講唔可以帶，冇帶呢啦，係啊，所以唔碟踢也好啦，啊冇都唔可以填到申報啦，冇唔都會本人發錢。係，韓國咩有人聽到人講佢啲中國啊買東西進來，像比如講什麼淘寶網啊，對面如果好買東西進來，佢唔單槍拿到佢嘅商品，唔講還要多一隻驚喜哦，就多送本人一包煙草，係講讀到按用嘅情形按用嘅啥？我先講呢個部分講，民眾去從大陸嘅網購去買，從淘寶網去買一啲產品呢個係譬如肉類產品好咧。所有嘅網購嘅東西全部愛到航空快遞，航空快遞入來，全台灣都桃園機場，嗰邊有航空快遞都會入來，所有嘅航空快遞嘅呢種嘅東西嚇，全部愛報關，全部愛同海關報關啦，啊海關全部每特空佢全部嚇，特天也就會寄來東西，全部用 X 光去掃描，去掃描。啊，嗰間防檢局嚇，佢叫嘅，每位都會批講，底部有肉類冇啦，嚇，啊那以為全部會驗出來嚇，啊你仲會發現嚇都比尼克西帶較重哦，還較重，佢係要判刑哦，7年以下有期徒刑哦，啊個會罰300萬以下嘅罰金哦。哇！所以千萬做唔得啲，非常嘅嚴重。千萬做唔得啲國外買日主肉類所以嘅產品。一般民眾嘛，千萬唔可以嘅嘛國外嘅網站嗬去買一啲肉類商品。即講本人送到嘅喏，嘅賣家唔知點解愛送嚟嘅喏。不然有輸到呢種東西嗬，那冇法度處理嗬，都送到我防檢局。防檢局我就當到全省各地都有分區並夾熱餐啦嗬，都送到我呢邊，我都統一處理啦。故說大家愛多多注意，也要自信哦。係講要拿到啊，聽錯咗情況，檢舉就錯嘅。韓國唔單槍安尼，喺台灣尤其下家人有當人都有血族嘅，廿一百嘅啊，自家血族嘅也要執水啊，所以應該用嘅時候用嘅來處理。所以用執來血族嘅行業吼，千萬都要注意吼，講也，譬如講生命嘅開始吼，
各县市的环保局，并个统一防疫机关哈，都联合去查，用执协助的养猪场啊。执全部要先煮滚煮1点钟，煮滚1点钟，都要90度以上1点钟以上啊达到安尼条件那无安尼做个环保局都会开始罚钱啦。还是会罚钱。所以为了防疫预防非洲猪瘟所以也协助的人用这来协助的人，千万都要落实来做这样的事情，全部要去听说要好好来注意到，因为非洲猪瘟真正当地影响，韩国其实政府咩对非洲猪瘟并有当到嘅措施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政府按用嘅来应对摆嘅非洲猪瘟。因为刚刚讲过台湾也还无非洲猪瘟咩，所以也最重要的事情，体行都会讲要预防大陆嘅非洲猪瘟传入来咩，预防的方式呢，最重要就係旅客，到大陸帶肉入來，帶肉入來都最重要2種方式啦，第一都講宣導。宣導，本大家特產攏提講，無帶肉入來，也第一要做嘅。第二都講要查入來人，逐天行李攏去查清楚，有帶入來攏要查到，攏要罰到，本特產攏提講，唔帶入來都要俾人查到，本罰錢，第二部分講要宣導，本特產攏提講。無單用入來其實我都叫人分開，是我都做當到海報個電視嘅宣導節目，廣播節目，我都全部有。最重要我都做個宣導單張，一種嘅宣導寫狀嘅到個飛機場嘅航空公司，唔可以去籌備人嘅時間，一定要去 check in 嘅check in 嘅位航空公司都會拿個宣導單張，會夾翻人嘅。護照地擺，免當都寫講，當天人都講，摩托外國帶肉入來，所以每特產攏會拿到2種，過來呢，唔去太肉嘅時間，下邊人機，嘅手機人天發打開來，都會收到簡訊講，冇帶肉轉來台灣，第三，所有飛機。轉來台灣，我剛落下來以前，佢個電視會廣播，給空中小姐空服員會廣播講，台灣嘅規定講冇帶肉入來，有中文有英文，最近係加越南文，哇！所以個到12月18號，大家全國來講，大家都有收到嘅簡訊講冇到外國帶肉入來，所以也都提嘅部分講，本每3年，大家攏提講，絕對冇單用入來。冇錯。不過有啲人都講，佢唔提，也講佢提咩單入來，所以都要嚴格來查啦。冇錯，其實也一百個大家都當辛苦，沒看到當新聞，其實也都放假語言韓國政府嘅語言，其實大家都當辛苦，故就希望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要來好好配合國家嘅政策咯，要共下來做豬隊友。今日新聞彭組長來到節目當中，謝謝。謝謝。咩新聞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會收看休息一下，共下來做運動了。